各位，喺香港時間今日下晝近2點，日本發生有紀錄以嚟最強烈嘅地震。咁強度就係黎克特制8.9級，並且係引發海嘯。暫時知道最少係有90個人死亡。日本共同社就引述宮城縣警方話，喺海邊而家發現咗200-300具嘅屍體。咁海嘯對岩手縣、宮城縣同埋福島縣等等嘅沿海地區造成嚴重嘅破壞，有好多嘅民房都被海浪沖倒。仙台市嘅機場更加係被海嘯淹沒。今晚我哋係請到2位嘉賓，分別就係港大地球科學系嘅教授陳龍生，仲有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嘅講座教授周錦添。佢哋會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大地震嘅成因同埋所造成嘅破壞。首先我哋睇下呢一場8.9級大地震嘅威力。地震喺本港時間下晝近2點發生，觸發大規模海嘯。地震之後大約半個鐘頭，巨浪湧到距離震央200幾公里北部嘅岩手縣，直撲大批汽車同船隻。巨浪席捲日本東北沿岸，喺仙台位處嘅宮城縣，海浪淹浸大片農地、民房同汽車。洪水夾雜大量雜物，不斷向內陸推進，有被沖毀嘅房屋着火焚燒。距離海岸1公里嘅仙台機場2條跑道瞬即被淹沒。幾十人及時走避到機場大樓嘅樓頂等候救援。今次地震震央喺仙台以東100幾公里海域，強度達到8.9級。日本氣象廳話，海嘯最高去到10米，災情最嚴重喺岩手、宮城同福島等地。連遠到400公里以外嘅首都東京，亦都感受到地震嘅威力。東京市內多處地方，包括香港人熟悉嘅台場，都有建築物起火，幾百戶停電，子彈火車要停駛。もう死ぬかと思います。本當にすっごかったです。日本首相菅直人當時喺國會入邊開緊會，都感受到強烈震動。東京附近嘅千葉縣市原市一座煉油廠，燃氣管道喺地震中破損，發生大火，火勢升到幾十米高空。宮城縣一座核電站喺地震之後自動停止運作，初步調查冇發現放射性物質洩漏，不過市內有大規模停電，並且有多處漏煤氣。美國地質調查所就話今次地震係自1900年以嚟世界第5大嘅強烈地震。先同陳教授傾下，可唔可以分析下今次地震嗰個性質係點呢？係一啲有偶發性嘅因素啊，抑或係一般嘅地殼移動？就基本上嗰個地震發生嘅位置呢，係世界上一條最活躍嘅地震帶嚟嘅。咁就嗰個地震呢，係處於呢個太平洋板塊啦，同埋日本之間嘅。咁嗰個地區呢，就基本上太平洋板塊呢，就每年以差唔多6公分嘅速度呢，係撞向日本。雖然話6公分唔係好快咁樣，但係其實因為嗰啲板塊個體積相當之大噶嘛，所以就可以呢，係積聚相當大嘅能量。咁間中呢，當呢個能量積聚到岩石受唔到呢個強度嘅時候呢，啲岩石就會決裂而形成呢個地震。但係地殼移動就經常都會發生啦。但係點解今次會出現8.9級咁強嘅地震？就基本上嗰度可以講話係積聚咗好多好長時間嘅能量㗎啦，就係一次過咁樣係釋放晒出嚟，咁就令到呢係產生一個咁大嘅一個地震。
但係同即係最近我哋知道之前新西蘭發生過地震啦，早幾日其實日本仙台對開嘅海面亦都係有地震，呢啲地震有冇關係咧？同今次呢個大地震？基本上新西蘭嗰個地震呢，就屬於一個唔同嘅地震帶嘅，咁就兩者之間呢，相信個關係就唔係咁大。但係過去嗰幾日仙台發生過嘅地震，同埋其實琴日呢，亦都係發生過幾次6級以上嘅地震，就估計就係同今日嘅發生嘅地震有關。事實上呢，嗰幾個地震呢，就可能今日個大地震嘅所謂前震。亦都即係話其實係之前係有跡可尋嘅，係嘛？係啊，其實就係如果你追溯翻過去嗰1-2年啦，喺個同樣嘅地區嗰度呢，係曾經發生過差唔多10幾20次5級以上嘅地震嘅，係可以見到個地震個頻率呢係越嚟越大。好，暫時傾到呢度先。嗱，地震咧其中一個原因呢，就係地殼移動所造成。其實咧地殼日日都會移動緊嘅，咁所以嚴格嚟講係日日都有地震，只不過有時係輕微到我哋感覺唔到。嗱，我哋一齊睇下過去嘅一啲記錄啊。地震係地球板塊碰撞嘅結果，出現嘅次數比好多人想象嘅多。美國地質調查局嘅資料顯示，過去7日全世界4.5級以上嘅地震，加埋美國2.5級以上嘅地震，一共有270幾次。過去30日地震嘅次數就更加多。原來全世界每年平均會有1次8級以上嘅地震，16次7級地震，150次6級以上地震。一般嚟講，6級以上嘅地震已經破壞好大。不過好多地震都喺大海發生，或者喺人煙稀疏嘅地方。用黎克特制量度地震嘅級數，每增加1級，釋放嘅能量就會相差32倍。再增加1級，能量就相差1000倍。自1900年以嚟，最強烈嘅地震係1960年嘅智利地震，達到9.5級。今次嘅仙台地震級數就係8.9級。日本係全球地震最密集嘅國家，每日都有1-2級以上嘅地震。過去1個星期就有700幾次，過去1個月就更加有3000幾次。新西蘭嘅南島咧，早排又發生過一次地震，咁但係咧頭先陳教授都講咗啦，就係大家屬於唔同嘅地震板塊，咁所以應該係冇關聯嘅。但係而家呢一刻，我哋可唔可以預計到，即係嚟緊呢個板塊仲有啲咩移動？就嗱，如果係講個餘震呢，就一定肯定會繼續發生㗎啦。未來嗰幾個月之內呢，就可能會有好多嘅餘震，甚至有啲呢係可以達到7級嘅。但係通常一個地震嘅週期呢，就係發生咗一個大地震之後呢，亦都會有一段比較長時間嘅寧靜期。咁然後呢，嗰啲地震活動至慢慢又再多翻咁樣嘅。咁就相信今次嘅地震亦都係會遵從咁樣嘅類似嘅規律啦。周教授啊，關東大地震發生到而家就112年啦。之前好多日本都嘅預測都話呢，好快就會有大地震㗎啦。咁今次算唔算係呢個預測當中？我諗係應該算嘅，因為呢個係歷史上日本最大嘅地震，咁所以即係佢哋睇上嚟都係呢一個最大㗎啦。OK 嗱，除咗地震之外咧，引發另一個問題就係嗰個海嘯啊。咁今次呢一個海嘯咧，有啲報道就話比起南亞大海嘯嗰個威力有啲唔同嘅。陳教授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嗰個唔同嘅地方喺邊度？嗱，就有幾個唔同之處嘅。第一咧就係南亞個海嘯地震呢個震級咧，仲比今次個日本地震係更加大。第二咧就係個南亞個海嘯地震呢，直情嗰個震源呢係喺個海底個地面嗰度，換句話講，個海床係有個決裂，有個錯動。而今次個地震呢，個震源估計呢都仲始終有一個深度10至20公里之間。咁第三方面呢，就而家發覺會唔會產生一個大海嘯？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嗰個破裂嘅長度啊。南亞嗰個海嘯呢，個海底破裂長度係相當之大嘅，有成數百公里嘅。而今次呢，估計個日本個地震呢，係個海底嘅破裂嘅長度呢，係冇達到嗰個咁長嘅階段。即係話雖然大家都係一個淺層嘅地震，係咪？即係都係可能離開海床係大概10零公里，但係就嗰個影響都未必會一樣，係咪？係啊，相對嚟講，今次嘅產生嘅海嘯個威力呢，係可以講話係比嗰個細好多嘅。Okay，好，唔該晒兩位。咁今次地震呢，就係日本有紀錄以嚟最強烈嘅一次。地震喺唔同嘅地方都有發生，但係即使係同級嘅地震呢，對日本造成嗰個死傷呢，都係相對比較細嘅。下一節翻嚟，我哋就會分析一下點解，亦都會睇下日本嗰邊嘅最新情況。轉頭見。